害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海产呐。拄啊好，我是对台中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Talk 秀台语啦。啊，我拄啊好甲大家分享阮台中的特色。我感觉阮台中人足奇怪的，阮伫台中充满着怀疑甲无信任。是安怎讲咧？因为我甲台中人讲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伊拢会甲你先回讲，真诶也是假的。有一摆我甲我朋友开讲，我甲讲，兄弟，我昨拢无困的。伊甲我回讲，真诶也是假啊，啥拢无困。哦，因为我咧甲阮女朋友开讲啦。 真诶也是假啊！是安怎会使开讲遮久啊？即摆5点啊呢？真诶也是假啊？5点啊！你读甲歹去5点，有啥物真诶也假？5点就是5点。我有女朋友，真个代志较是假的啦。我感觉伊足奇怪的。过来，真正是台中人。我久啊，我嘛变甲台中人共款。我嘛足爱怀疑别人的。一摆阮台北的朋友来找我，伫路下看到车祸，甲我分享。海生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拄仔看到台中啊2架车烧了。 真正假啦！你看到2架车烧了哦，结果驾驶2个驾驶哦，提枪落来要冤家呢。无，这就真诶啊！台中就安尼啊，台中就有配枪，这就是正常诶。阮台中就是遮尔啊特别、遮尔啊高水诶所在。